香港科學館星期5開始展出多副巨型恐龍化石，由馮曉彤帶大家睇下。佢叫做梁龍，嚟自1億5千萬年前侏羅紀時期，15塊嘅頸椎都保存得好好，由頭到尾嘅空間長度有成14米，骨架高4.3米，係成個展覽最大嘅一副化石。雖然梁龍只係食植物，但係一日都可以增肥14公斤。同樣係侏羅紀時期，仲有佢異特龍。呢副化石完整度達99%，下顎同爪用嚟襲擊獵物。研究人員喺佢嘅肋骨位置發現古代廢魚嘅牙齒骨碎，可能就係異特龍嘅最後晚餐。最易認得嘅可能係西龍，背脊上骨板除咗可以嚇走敵人，仲可以調節體温，朝早吸收太陽光，夜晚散走身體額外嘅熱量。科學館嚟緊去到11月中會展出6副嚟自侏羅紀同埋白堊紀時期嘅恐龍化石，其中翼龍同埋棘龍嘅化石太罕有，所以只會展出1:1嘅模型，仲會配合埋投影俾大家睇下佢嘅原貌。市民凌晨起可以去科學館網站預約免費入場。8月仲有與龍同眠嘅活動，俾一家大細喺恐龍腳下留宿1晚。有線電視記者馮曉彤報導。